暑假就嚟到，好多人都會去旅行。唔知你哋去旅行又會唔會帶俗稱充電寶嘅便攜行動電源呢？你又知唔知中國內地機場最新嘅要求呢？我會同大家重溫一下2025年香港同講解中國內地關於攜帶鋰電池上飛機嘅最新規矩，仲會同大家講下中國3C 電池規格。無論你係去外地定翻國內旅行啦，聽完之後呢，保證你唔會搞亂啊！首先講下香港嘅情況，根據國際民航組織同香港民航處嘅指引呢，所有鋰電池嘅電子產品，例如你平時用嘅行動電源啊、手提電腦啊、相機電池啊，全部唔俾放喺託運行李入邊，一定要放喺手提行李入邊。點解要咁做呢？即係原因係，如果電池喺貨艙出問題，機組人員好難即刻處理，會影響航空安全。而隨身攜帶嘅電池容量係有明確限制啦。鋰金屬電池嘅鋰含量呢，唔可以超過2克，鋰離子電池呢，就唔可以多過100瓦。咁至於電池容量係100瓦左到160瓦左之間呢，就要事先得到航空公司批准，而每人呢，最多可以帶2塊。超過160瓦吊嘅電池就唔俾上機，行動電源更加要寫清楚容量，無論係用 Mac 定 Watt 冇標示或者標得唔清楚嘅，係唔俾帶上機嘅。喺機艙入邊係唔俾充電或者用佢嚟做其他嘢，仲要單獨包好，例如用膠袋裝住或者用膠紙封住接觸點，防止舊電發生短路。備用電池都要放喺手提行李入邊，係同樣要單獨包好。如果係智能行李有內置鋰電池，記得要拆出嚟拎上機。咁航空公司可能有自己嘅額外要求，所以出發前最好上佢哋網站查清楚，唔好到時搞到手忙腳亂。至於內地嘅要求就同香港有啲相似，但係最近呢就有更加嚴格嘅安排。事源係最近有幾單行動，電源喺飛機上冒煙，甚至起火，令到中國民航局喺2025年6月26號發咗緊急通知，收緊咗攜帶鋰電池嘅規矩。而家國內所有鋰電池嘅電子產品同香港一樣，唔俾託運，一定要放喺手提行李。至於容量限制都差唔多啦，鋰離子電池呢，唔多過100瓦左可以隨便帶啦。100瓦左到160瓦左要航空公司批，係每人最多2塊啦。超過160瓦左完全唔俾。鋰金屬電池嘅鋰含量唔可以超過2克。以下係今次內地收緊攜帶鋰電池嘅重點。由2025年6月28號開始，所有行動電源要符合中國3C 認證要求，冇3C 認證標誌唔清楚或者俾生產商召回嘅充電寶係唔俾上中國境內嘅航班。如果冇標示或者標示唔符合規定，有機會俾安檢人員沒收。喺飛機上同香港一樣，唔俾用或者幫行動電源充電，備用電池都要單獨包好，放喺手提行李入邊。至於咩嘢係中國3C 規格？中國3C 認證就係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要求生產商確保產品安全同符合中國標準。喺2024年8月1號開始，中國要求鋰電池同行動電源都要有3C 認證，冇呢個標誌唔俾出廠賣或者進口，要通過指定機構嘅測試檢查電芯安全同埋有冇過充保護。咁香港買嘅充電寶有冇3C 認證？答案係未必有，因為香港冇咧強制要求實行3C 嘅認證啦，所以市面上嘅充電寶唔一定有3C 標誌。如果你買嘅充電寶如果喺內地有得賣，佢好可能有3C 認證。至於喺香港本地或者其他地區嘅充電寶就未必有呢個認證。如果你計劃搭飛機去內地，建議喺出發前 check 下包裝有冇3C 標誌，確保符合內地要求，唔好到時過唔到安檢，搞亂晒行程。總之，大家無論喺香港定內地搭飛機，記得 check 清楚電池規矩同認證要求。我哋係時事菠蘿雞，如果你鍾意我哋呢一條片，就幫手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